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赞美，是何等喜乐的事。首先，我们先来为自己祷告，求神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在今日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单单来到神的面前，靠近他，亲近他，渴慕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服侍人员祷告，求主加添属天的能力，倾倒在每一个同工的身上，以及恩高瑞平牧师的口，使他所传讲的话语，使说的跟听的都得蒙益处。我为今日的礼拜来线上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为今日的礼拜，主啊，从头到末了，愿你亲爱的圣灵大大运行在这当中。主啊，为所有的服侍同工来祷告，来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真是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主啊，一起来服侍你，一起来敬拜你。也愿神特别来恩高瑞平牧师的口，主啊，真的是愿主啊，他是你所差派的仆人，主啊，愿他今天所传讲的信息，主啊，可以使每一个人，主啊，都得蒙益处。亲爱的主啊，感谢你。最后，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为每一位母亲来线上祷告，我们也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妈妈，主啊，也向神来献上感谢。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哈利路亚！主啊，今天是母亲节，主啊，真是为每一个担任母亲的角色，主啊，都向你来献上感谢。主啊，真是愿神有办法顾念，主啊，他们过去一年，主啊的辛劳，主啊，真的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并不容易。主啊，但愿神，主啊，有更多的爱，主啊，倾倒在妈妈的心中。主啊，你成为每一个妈妈的帮助，成为每一个妈妈的力量。主啊，谢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欢呼歌唱。主啊，恳求你新的恩典、新的恩膏来浇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里面得享自由，得享平安，得享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现在有请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因为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自由的时刻已来到，罪的锁链完全都断开，来欢呼赞美他生命。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自由的时刻已来到，罪的锁链它完全都
谢赞美你，赏赐新酒新油，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恳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恩典的器皿，一生为主来使用。我们要对主说：主，我要再一次来到你的座前。主，我来到你座前，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座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活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
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拯救，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献上我们全心的敬拜。因着你，让我们在今早的主日当中，我们可以在这里欢庆；因着你，让我们得着一个自由的生命，让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放下一切的重担，可以来到你面前，带着一个热切渴慕的心。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应这份珍贵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一个承接你恩典的器皿，使用我们领受你那丰盛的应许，让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是那最美好、最宝贵的。愿我们在今天早上，透过今早的主日礼拜，透过我们今天在这里所献上的祷告，我们所献上的赞美，再一次来回应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也愿神在今早再次将新的恩典、新的力量、新的话语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好让我们透过今早与你美好的相遇，再一次看见你的同在，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一切奇妙的事。也愿今天早上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将一切的颂赞、一切的尊荣都归给你。这时候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把时间交给我们诗慧。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列王纪上17章第17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过了一段时间，寡妇的儿子生病，越来越重，最后病死了。寡妇对以利亚说：“神的人哪，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到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起我的罪，使我的儿子死吗？”以利亚说：“把孩子交给我。”他从寡妇怀里把孩子抱过来，带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放在床上。然后以利亚大声祷告：“上主，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降灾祸给这寡妇呢？我借宿在他家里，你却叫他的儿子死。”以利亚3次伏在孩子身上，祈求说：“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使这孩子还魂吧。”上主垂听了以利亚的祷告，使孩子还魂，活了过来。以利亚把孩子抱回楼下，交给他母亲，对他说：“看哪，你的孩子活了。”寡妇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上主借着你说的话都是真实的。”愿主赐福听从他话语的人。接下来请可爱的主日学小朋友献诗，献诗完由曾牧师正道。今天曾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他最深的爱。
我们请现场的妈妈站起来，然后小朋友要送我们康乃馨哦。拿到了就坐下来哈。好，还没有妈妈没有拿到了，五楼那边有很多妈妈还没有拿到。好 ，OK。好，4楼的妈妈们都有拿到了吗？4楼的妈妈们 ，OK， 好。OK， 好，5楼的妈妈们都有了哈，有了哈 ，OK， 好。OK， 好，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再次来到聚会当中，我们一起来在今天除了来守主的生日之外呢，我们也一起在今天我们一起来欢庆，也来庆祝母亲节。那这个我们刚刚有透过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的献诗，他们唱出对妈妈的感谢。那他们也送给每一位妈妈一朵康乃馨。那我们等一下在报告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特别由教会会再特别赠送一份礼物送给妈妈们。所以今天的妈妈们，请你们一定要到礼拜结束，好，就一定要做到礼拜结束，你才有办法拿到这个礼物哈。OK， 好。那因为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透过上帝的话语，也透过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一起来庆祝母亲节，那也同时来思念我们的妈妈对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做一切美好的事情，也愿神在今天早上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开始分享之前，牧师要邀请你，如果你旁边是拿那个康乃馨的妈妈，你转过头跟她说母亲节快乐。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让我们可以在今早再次领受你新的恩典，也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使我们得着鼓励，得着帮助。也恳求你在今早，我们一起来庆祝母亲节，求你赐福在每一个妈妈的身上。求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常与他们同在，也让我们透过母亲节来思想妈妈对我们的好，以及妈妈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挥一切美好的影响力。求你让我们透过今早，不仅是来到你面前，也透过今早的整个礼拜当中，也可以感受到你的爱的同在。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当然今天是母亲节，有些人有邀请你的妈妈，一起来教会一起来做礼拜，有可能有一些妈妈是邀请你的孩子，
或邀请你的家人一起来，因为我们在今天我们的教会1楼、3楼，我们有特别布置了2个拍照的场景。那当然这个礼拜可以拍，下个礼拜也可以拍哈。那所以鼓励大家，等一下礼拜结束，你可以一起去拍照。那当然，你不只可以找你的家人，找你的妈妈，那一起拍照。你也可以找你教会当中你的属灵妈妈一起拍照。我想妈妈不一定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特别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可能有某些人他在你的属灵当中很有帮助，对你的信仰的造就很有帮助，他也可以成为你的母亲，他也可以成为你的妈妈。所以你当然结束，你也可以找你的属灵妈妈或你的属灵阿嬷一起拍照。在这个拍照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一起来一起纪念。那说到母亲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母亲节礼物了，还是想好等下礼拜结束要去做些什么事情？我在脸书看到那个母亲节就会开始一些促销推销，我就看到母亲节档期居然在卖一个东西，就很有趣，它也庆祝母亲节，然后13万5卖的是推高机，到底母亲节买推高机给妈妈是要做什么？是买菜需要很？不知道，有一个故事这样，就是有一个老太太，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她脚不好，眼睛也不好，然后就比较年老了，所以她有3个儿子，就商量一下说，母亲节到了要送妈妈什么礼物？大儿子就说妈妈这个身体不好了，然后一辈子都照顾家里，于是这个老大就想说，我买一个山中的一个很漂亮的大别墅给妈妈住，然后又请了2个佣人专门照顾妈妈。那第2个小孩他就想说，那我送妈妈一个宾士车好，因为他脚不好，然后有司机专门接送。那第3个小孩他就想说，这个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哈，那他就送了一只鹦鹉给他。那这鹦鹉它是会每天都念圣经的，OK。那于是过了几天呢，那个妈妈就写信给他的3个儿子，表达来感谢。那第一个妈妈就写信给他的老大说，这个山上的空气是蛮清新的，然后很棒，环境清幽。不过别墅太大了，就我想家了，想要回到乡下去。那他写给第2个孩子说，有司机很方便啊，我都不用出门。但是他说他还是喜欢自己去买菜，自己去买东西。那他写给第3个老三，他就写给他说，鸡的味道很好吃。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看到，其实我们都在想说，到底要送妈妈什么？特别到母亲节或父亲节，或是到某些节日，就开始大家绞尽脑汁，想说，要送爸爸什么，送妈妈什么，送谁什么东西。但我想，特别在这样的节庆当中，每一年其实都会过，所以重要的不是在1年当中我们要准备什么礼物，或者是我们要预备什么，其实更重要是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人，不仅仅是妈妈，为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为他祷告，为他分担一些，其实那都是一个最棒、最好的礼物。而这样子，当我们愿意可以这样子做，甚至我们愿意可以分担的时候，我想这会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是母亲节，牧师要透过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考。那当然，这个经文不只是对妈妈说的，也要对每一个在座你是做孩子、做子女的说的。所以今天牧师的每一个分享每一个段落之后，我都会给一句话给妈妈，一句话也要给做孩子的。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有不一样的学习，一起有不一样的分享。我们今天一起看的这段的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上17章。那这段的经文刚好是一个先知以利亚，他要开始出来传福音的一个过程。那时候上帝呼召以利亚出来，那当时的国家是非常的混乱，然后有拜假神的问题，他被呼召出来，上帝指派他，到了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叫做一个叫西顿的沙勒法城。那这个城市有一个寡妇跟一个太太，跟他的儿子。那这个妇人她已经没有先生了，所以她在当时的状况，她是没有任何依靠的。当时的女生如果没有先生或者是没有家庭的依靠，她是很孤单的，所以她只剩一个儿子了，她什么都没了。而且当时是遇到一个
这个干旱的时期，所以食物是缺乏的，资源是缺乏的。但是以利亚来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上帝透过以利亚，如果你有机会往前看经文17章的1到16节，上帝透过以利亚行的神迹，让这个寡妇跟这个孩子的家中，他们得以饱足，让他们的生活所需是足够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非常特别的神迹，然后在看似从缺乏到有余，从缺乏到完全被补足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让这个妈妈甚至这个家庭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当然，当这个以利亚行完这个神迹，过了没多久，他们好像看似可以生存下去，但这个唯一的儿子却突然生重病，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离开了这个妈妈。所以对这个妈妈是一个很多重的打击。刚刚说她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了，然后他们又在那个干旱当中，在缺乏当中，然后现在他唯一的依靠，他的儿子又没了。但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好像看到一个非常无助的时刻。但是在这个无助的时刻，我们看到一个身为妈妈的角色，她表现出来的爱，以及她的回应。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恩典仍然同在。虽然是一个很无助的时刻，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妈妈的角色就展现出她完全的爱，也展现出她该有的回应。同时，我们也在这个当中看见上帝恩典的同在。所以今天第一个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他最深的爱，就是妈妈最深的爱。第一个是无私的疼爱以及奉献，无私的疼爱以及奉献。刚刚我们一起读了经文，我们发觉在以利亚行了神迹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经文就这么记载：这个寡妇的儿子生病越来越重，最后病死了。寡妇对以利亚说：“神的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你到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起我的罪，使我的儿子死吗？”原本是看似顺遂了，但却没想到来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转折。于是这个寡妇她看见以利亚而来，第一个反应是：你为什么来这里，让我们遭受这样的事？奇怪，以利亚不是才刚在他们家行神迹吗？怎么寡妇好像突然这个态度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在当时的观念当中，会认定说我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健康出了什么问题，或家里遭逢什么厄运的事情，一定是我过去做了什么错的事，以至于神明或者是上帝惩罚在我的身上。在当时的观念当中，就觉得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啊，所以上帝惩罚我；一定是我过去可能不小心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惩罚我。特别先知以利亚代表是一个上帝的代表，所以他更认为，神人来了，先知来了，代表就是上帝来了。这个神人一出现啊，我的儿子就生病了。于是这个妈妈可能开始就想一件事情：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够努力的？还是我有没有什么没有做到完全的，以至于我的孩子，以至于我的家产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其实这跟台湾早期很多人，甚至在一般的社会当中，还是很常有一样的观念，就是宿命论，就是一定我过去大家说我过去做上面派系掉的代志，所以现在是这样子。一定是我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一定是我不够努力，我没有为这个家庭做更多的付出，我没有为我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以至于我现在的孩子是这样，以至于我现在的家庭是这么样的这样子糟糕。其实这个妇人她不是要责骂以利亚，她其实不是要责骂以利亚，她其实更大的是在责骂她自己。这个妇人更大的是在责骂她自己，她说：“我怎么会把我孩子照顾好？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没有做对什么事情，以至于是产生这样子的结果？”一个心理学家皮亚杰，他也是一个教育学家，他说，孩子的世界是用母亲的眼泪灌溉出来的。他说，孩子的世界是用母亲的眼泪灌溉出来的。
我们在一个身为一个母亲，或者是我们说一个父亲也可以，一定是用尽心力在照顾自己的家庭，一定是用尽心力在照顾自己的孩子，但时常是自己受苦，省吃俭用，想尽办法把最好的给孩子，想尽办法把最好的给家庭，但是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可以蒙福，目的是让这个家可以变得更好。但是往往在那个过程当中，自己却承受了很多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虽然这个非常深沉的爱是带有无私的疼爱、无私的奉献，是没有错。但更多的时候，在那个背后的过程，我们常常也在觉得，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好，做的不够的多？是不是我的爱给的不多？我奉献的是不是不够多？这个妈妈反映出是一个这样的心态。他用眼泪在教导这个孩子，用眼泪在照顾这个孩子，因为他知道那是他剩下唯一的。但是在那个过程，他责骂自己，在那个过程，他好像在奉献的过程，在完全疼爱的过程，他好像让自己也好像在一个痛苦当中。但是上帝看见每一滴眼泪。今天透过圣经的话语，要告诉在场的每一个妈妈，上帝也看见你们的辛苦。上帝也看见你们在那个背后默默的付出，你们无私为家庭的奉献，无私为家庭的疼爱，上帝都看见你们每一滴的眼泪。上帝也知道那是一种无悔的爱。所以牧师要鼓励每一位妈妈，虽然我们很努力奉献，很努力付出，或许我们的家人感受到，我们的孩子感受得到，但是牧师呢要鼓励每一个妈妈，要时常温柔的对待自己。要时常温柔的对待自己。人有时候会用暴力对待自己，那个暴力不是外在的，不是那种拳打脚踢的暴力，而是常常我们会在内心控告自己说，我做得不好，常常自我批判，常常自我责备，对自己不满意，常常对自己太严苛。但是今天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妈妈其实也反映出我们的一个心态。但是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温柔的人是有福的，他必要承受地土。因此，当我们可以先对我们自己温柔，虽然我们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给出我们的疼爱，但是也因着我们先对自己温柔，我们才有能力去分享自己那个美好的产业，我们才有办法去分享那个美好的土地。若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疼爱背后却是不断的在控告、指责自己，若背后的疼爱跟奉献只是过多的想要让自己好像表现得非常完美的一个样子，那确实是非常的辛苦。但是牧师人要讲，我相信，也确信每一个妈妈、每一个人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孩子，你绝对都是尽心尽力的。上帝也看见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在你孩子身上所付出的一切。但是我们仍然也学习在那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学习我们也温柔的对待自己，我们也温柔的去善待自己。所以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让我们也做孩子的，我们也学习珍惜并且尊重妈妈的付出。因为他们往往是在无形当中用牺牲的爱，才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爱。让我们要不断的去珍惜，而且去思想妈妈在我们身上的付出。因为他们常常是在无形当中牺牲，是在我们没有看不见的时候，他在对我们付出。有人曾经统计哦，若要就是当一个妈妈。就是要付她多少薪水？就如果要成为一个妈妈的话，就早上起来，煮饭啊，然后洗衣服啊，买菜啊，做什么？有人就统计过说，如果要聘请一个妈妈的话，要聘请一个妈妈，有人算了一下，如果要聘请一个妈妈，一个月要给她5万块，就如果你要聘请一个妈妈在你的家里的话，一个要给她5万块。有人每个月给妈妈5万块的吗？
没有人给妈妈5万块，但妈妈仍然是无私，而且是奉献她的生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那不是一个用价值或用代价去衡量的事物，所以让我们可以学习尊重，而且不断的去思想那个无形默默付出的爱。所以在箴言第20章22节，他也说：你们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所以在这里，牧师要对每一个母亲对你们鼓励说：上帝看见你们的每一滴眼泪，而且也在你们的无力、在你们的软弱当中，上帝是与你们同在的。我要对在座的每一个你身为子女的，牧师要对你们说：我们是否有预备好足够的眼光，看到我们的妈妈、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所付出无私的爱以及牺牲？第二件事情，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他最深的爱是坚定的信心和交托。坚定的信心和交托。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继续看，在列王记第17章的第19节，以利亚他就看着这个妈妈，跟这个妈妈说：“把孩子交给我。”以利亚说：“把这孩子交给我。”他就从寡妇的怀里把孩子抱过来，那带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放在床上。于是以利亚向上帝祈求，向上帝恳求。之后我们就看见这个孩子又再次的得着一个生命。但是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她做了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觉，当这位妈妈把她的孩子交给以利亚的时候，经文没有再额外的描述说这个妈妈说了什么，或者是这个妈妈又做了些什么。这经文就只描述说，这位妈妈把孩子抱给以利亚。我想以利亚的行动跟这个寡妇的回应，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时候困难会帮助我们，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有时候生命当中的一些困难，我们面对家庭的一些困难，面对孩子教养的困难，有时候往往是这些事情才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唯有这样，才让我们知道一切问题的解答就在上帝那里。一切问题的解答在上帝那里。你看，当这个妈妈把孩子完全交给以利亚的时候，她才发觉，她把她最珍惜，而且是她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她觉得没有办法了，于是只好来到神的面前。而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觉，当他放手交托的时候，上帝成为他唯一的解答，成为他唯一的解答。当他把他的孩子完全的交托，把他所最看重的完全交托的时候，上帝就在这个当中来动工了。我们知道，当一个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医生一定会先把孩子的脐带剪掉。会把孩子的脐带剪掉，但是往往在社会当中，特别在台湾的整个环境社会当中，我们有时候比较难把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剪掉。孩子出生要剪脐带，但往往是身为父母的、身为长辈的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把孩子的脐带剪掉。天下杂志有一次在做我看天下杂志，然后有一个在做亲子的一个报道，他就描写了现代有很多不同的父母，很多类型的父母，其中有2个很有趣，他一个叫做割草机的父母。割草机的父母要怎么描述啊？就是帮孩子铲除所有的困难，就什么事情都先帮孩子处理好了。好，把所有东西都处理好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是走这个康庄大道啊。另外一个叫做直升机父母啊，那个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旁边一直盘旋啊，四处盘旋，过度的介入，过度的保护，监视四周。当然，我们可以了解这样的背后的心态是希望孩子可以好，希望孩子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些成就。但是
我们是不是时常还把那个期待留在孩子身上？我们是不是时常还是把那个期待不断的放在孩子身上，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交托，觉得他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子，觉得他一定要成为什么样子。有时候不见得是孩子，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在意的事情，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非常在意、我们非常认真想要完成的事情。我们会不会觉得就紧抓了不放，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想要完成这一切？但是在这样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这个母亲她把她的孩子交出来，当这个母亲把她的孩子交出来，代表她把她最深爱的完全交托。而透过以利亚的代求，也显明了上帝听见了这个母亲背后的信心。这个母亲把她最深爱的交出来，完全的交托出来了。而在那个过程，就看到上帝回应了她的信心，回应了她的交托。所以，让我们也在一起在学习思考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身为父母，我们必须要有教养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有养育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特别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我们的孩子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把孩子交在上帝所引导的道路当中？箴言第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18世纪，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牧师，约翰卫斯理，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在写他一些传记啊，特别他描写到他的妈妈，他说他的妈妈讲了。他妈妈就这么说，他说：“当我在我的膝盖上为我的孩子们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我是在塑造未来的世界。”这个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这么说。当我在膝盖上不断为孩子们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是在塑造未来的世界。这个妈妈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心，而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所以，上帝把孩子或把任何的产业交给我们，我们也学习全心把孩子或我们所在意的这个产业也交给神。上帝放心把孩子把这个产业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学习一件事情，是全心的交在上帝的手中。马丁路德他也这么说，他说：“信心不是看见。”信心不是看见，而是将看不见的交给那看得见一切的神。他说：“信心不是看见，而是把看不见的事情交给那可以看见一切的上帝。”这位妈妈，圣经当中看到的这位妈妈，在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她最后选择把她那个最珍贵、最真爱的交出去时，就让他看见一个不可能的发生。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26到27节，撒母耳的妈妈不断的在求说：“我希望有一个孩子，我希望有一个产业。”于是当撒母耳真的出生的时候，他妈妈这么回答：“他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28节继续这么说，撒母耳的妈妈这么回应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看到一个妈妈美好的见证，看见撒母耳的妈妈，或者是这个在撒勒法的城里面的这个妈妈，美好的一个见证。当她完全的交托、信心、仰望的时候，上帝把他那个最珍爱的，上帝把他那原本看为最宝贵的，更提升了他美好的价值。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妈妈们，牧师要鼓励你，你们是不是
有时常把你所担忧、所忧虑的交托给神，并且相信上帝的计划是最棒、最完全的。我要对每一个身为子女的，我要对你们说：当你们看见你的母亲有这么样信心交托的功课，那母亲这么美好的信仰，这么样美好的品格，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发挥影响力？最后一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妈妈最深的爱，就是她用她不住的感恩以及不住的盼望。这个妈妈她不住的感恩，她也不住的盼望。在第17节最后的2节经文这么描写：以利亚把孩子抱回楼下，交给他母亲，对他说：“看啊，你的孩子活了。”寡妇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上主借着你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上帝听了以利亚的祷告，但也因着前面我们说这个妈妈的信心交托，使了这个孩子再一次的复活。但重点不是他复活，重点在于这个妈妈得着了喜乐，而且认识到上帝的信实。重点是这个妈妈真实的经历到上帝在她的家庭当中，在她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靠着她自己做的，不是靠着她自己努力的，不是靠她自己可以掌握的，而是单单靠着上帝的信实。所以这个母亲不再只是认识到有一个叫行神迹的神，不再只是一个可以让她家的食物那个源源不绝，然后可以非常得到充满的一个神，不是只有神迹的神而已。而这个妈妈真实的知道，哇，原来这个神的话语是真实的，这个神是信实的一位神，使他的生命是充满盼望跟感恩的，使他的生命不是只有停留在看到神迹才相信，不是只有停留在看见了才觉得哇，上帝与我同在，而是他在那个时刻他就说，原来上帝的话是真实是信实的。也在那个当中，他不断的产生了一个新的盼望，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看见。我想这个妈妈美好的见证，虽然后面没有特别记载，但我想当这个孩子再一次得着他的生命的时候，妈妈一定会跟他讲这件事，妈妈一定会跟他讲这个美好的见证，一定会跟他讲这个盼望感人的故事。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卢隐他说，母亲是第一个用生命说故事给孩子听的人。他说，母亲是第一个用生命说故事给孩子听的人。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个妈妈，她面对生命当中的难处，面对自责，面对挑战，但是在经过交托、仰望之后，她在哭过之后，她继续用感恩、用微笑、用盼望继续撑起这个家庭。也让这个孩子真实的经历到，原来信仰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是何等的重要。原来有一个真实信实的神，就在他们的家中不断彰显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妈妈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者。这个妈妈在她的这个家庭当中，成为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号。所以当我们学习像这个妈妈最后的回应，哇，上帝真的在信实，用一个感恩而且盼望的态度来回应。一样，我刚刚说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她除了说她在不断用她的膝盖在为孩子祷告、塑造未来之外，她也说：“她说我无法每一件事情都照顾我的孩子，但是我可以日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得着盼望，让他们得着从神而来的喜乐。”这个妈妈说：“我没有办法什么事都照顾到，没有办法所有事情我都可以完成，但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每天为他们祷告，每天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得着一个盼望的心。”所以在诗篇37篇第5节，这个诗人也这么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当把我们的事交托在给耶和华，倚靠他，他就成全。所以牧师在这边也要鼓励每一个妈妈，
上帝看见你不断的祈求，上帝也看到你的盼望，但上帝也会在适当的时机，让你经历他丰盛的应许。我要对每一个身为子女的、身为孩子们说，我们要学习这样子美好的信仰的榜样。当妈妈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妈妈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等待那个盼望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学习为她祷告。我们也同样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了那个照顾我们的人为他祷告。所以最后牧师要分享，当然，我们知道妈妈的爱很深，妈妈的爱很深，但毕竟人还是会有限，会有软弱，会有疲惫的时刻。但上帝的爱是更深刻的，上帝的爱是更深刻的。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这么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上帝说：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妈妈可能会突然觉得忘记了，妈妈可能觉得会有疲惫软弱的时候，但是上帝说：我却不忘记你。上帝说：我却不忘记你。用我们人所有的爱，或许真的会感到疲惫，或许会感到有点难过，甚至可能觉得失望。但是上帝的爱却是无尽头，却是无止息的。上帝的爱是没有尽头，也是永无止息的。所以上帝的爱就如同母亲对我们所付出这样无私的牺牲的爱，但上帝的爱是比妈妈的爱更深。那是一个没有止息、没有尽头的爱。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上帝仍然愿意爱我们每一个人，爱到底。不论我们身为是妈妈，我们身为是爸爸，或者是我们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成为别人的子女，都不要忘记，仍然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仍然有一位是爱我们无止境，而且是永不止息的上帝。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爱的源头。因为上帝赐福我们，特别赐福每一位妈妈，真实每天都可以领受到上帝给你们的平安，上帝给你们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今天要唱的回应诗歌是有人为你祷告。刚刚说通常比较多时候都是我们的妈妈或爸爸在为我们祷告，或者是我们的照顾者在为我们祷告，但有时候我们也可能觉得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觉得理所当然了。但今天我们反过来，今天是母亲节，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为了我们拥有我们身旁的家人献上感谢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唱这首诗歌，叫《有人为你祷告》。我们也要特别为了在座的每一个妈妈祷告，特别如果你今天妈妈坐在你旁边的，你要特别为她祷告。你要特别为她祷告，为她祝福。如果你旁边没有做妈妈的，那牧师也鼓励你，为了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妈妈祷告，求神赐福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每一个身为妈妈角色的人都真实的得着上帝的同在。我们先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似乎你祷告，直到力量太急，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我们再唱一次副歌，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特别为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母亲的陪伴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有母亲，但不论今天在礼拜当中，你的妈妈有没有陪伴在你的旁边，但我们都向神献上感谢。因着有妈妈，才有我们；因着有妈妈，才让我们得以成长，让我们得以茁壮。我们先为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感谢。第二件事情，我们也特别刚刚说，如果你的妈妈现在就坐在你旁边了，牧师邀请你，你为她来祷告，你为她来祷，为她来祝福，求神的平安，求神的喜乐，就加添在她的身上。如果你今天妈妈没有坐在你旁边，没有来，但你也仍然可以为她祷告，你也可以为了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妈妈，为了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母亲的角色人都一起为她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来献上感谢，献上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在我们的同在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难过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主日礼拜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度过母亲节。主，让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个节日，不是某一天被拿出来特别纪念而已，更重要是让我们来思念我们的母亲，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妈妈对我们的好。主，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妈妈，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得着成长，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得着茁壮。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差派妈妈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旁，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也成为我们最大的鼓励以及安慰。主啊，我们更在每一个妈妈的身上看见他们无私的爱，也看见他们无私的奉献，更看见他们有对你坚定的信心，对你完全的交托。更重要，我们也看见这些妈妈对你不住的感恩，以及对你长存盼望的心。主啊，求你赐福在每一个妈妈的生命当中。或许在他们的辛劳，在他们的困苦当中，很多时候是不被看见的，但主啊，你都看见了。主啊，你都看见每一个认真尽责的妈妈，在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们都尽心尽力的完成。主啊，求你赐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扩张他们的眼界，
也扩张他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啊，求你赏赐你新的恩典在这些妈妈的身上，也使他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使用他们的生命来发挥好的影响力，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也在他们的家庭当中。主啊，我们也要特别为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来祷告，无论我们身为是妈妈的角色、爸爸的角色，或者是孩子的角色，主啊，都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家中彼此相爱。因着有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才可以学习这个最重要的功课。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当中真实的充满你的同在，真实的充满你的爱，充满你的喜乐，充满你的平安。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因着有你的同在，也都要活出美好的见证。主啊，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再一次将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全然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对妈妈的感谢有很多的方法了很多的方式。那你最了解妈妈，用什么方式最好那我是觉得，所有的妈妈最喜欢的就是孩子的陪伴希望大家有很多的时间，或是更多的机会，能够让妈妈看到你其他的方式都很棒那所以我们在隔壁当妈妈的给他祝福一下，说你是蒙恩得福的妈妈，好不好？来，给隔壁祝福一下。真的是蒙恩得福了蒙恩得福的妈妈是最幸福的妈妈。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给每位妈妈送一个小礼物，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今年我们有2位新手妈妈，我要请他们到前面来，
一位是李佳美，佳美在哪边？佳美有没有？到楼下来，赶快哦，哈！哎，来等你。来，另外一位是刘宣荣，两位新手妈妈来到前面来。那我们要请我们的代义长老，还有两组的牧者都到前面来，跟他们照一张相，好不好？来，好啊。这个时候我想这样，没有先跟他们讲了哈，那等他们不好意思，我们请所有的妈妈都起立，好不好？所有的妈妈都起立，热烈掌声拍手。没关系，来到前面来。我们两者同步来中间啊，请赵师母也来，我们两者同步哈。我们前面要请他们两个代表来领这个礼物啊，我们请长执准备来送礼物来。两位新手妈妈来，大家下来，做纪念来，好，谢谢啊，我们请长执开始来送一个小礼物给每一位，好。好，请拿到礼物的妈妈就可以坐下。还有妈妈没有拿到的举手，妈妈没拿到，我们请我们的执事哈来这边做报告。有谁没拿到？来这边，还有谁没拿到？好，不要客气哦哈，每位母亲这个小礼物哈。好，我们请上印执事来做报告。来，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的金句，在以弗所书6章第2节，预备，请。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章2节。好，我们来请大家打开周报。第2页，下周司会是林佩妮执事。个人奉献明细在第7页和第8页，请查阅确认，若有错误，就找财务部同工来订正。第3页左下角，周五祷告会暂停1次。好，我们看第4页，本会消息，今天是母亲节，是子女向母亲表达感恩的节日。感谢主日学的师生今天参与献诗，表达对妈妈和家人的爱与感谢。教会也赠送每位出席的妈妈一朵康乃馨和礼券，表示敬意。第2点，我们布置同工已经完成1楼和3楼的全家福拍照场景，在今天和下礼拜天，感谢影音侍奉团队来帮大家拍全家福的纪念照。提醒大家可以扫描 QR code 来看照片，那你也可以直接在那里下载，或者是如果你想要一张实际上的照片，请登记，教会会赠送我们1张照片。第3点，小会报告，下星期下午1点半，有小会会议，请小会员预备心参加。第2点，小会于上次会议中接纳成立48果子学员团队，并全派张芷兰执事为团长，预定于5月25日进行团长差派礼。第4点，下周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请大家为该院的人才培育事工代祷，并踊跃为该院事工经费来奉献。好，那第5点，等一下我们请香牧师替我们做详细的说明。第6点，本会定于6月20到22，礼拜5到礼拜天举办培灵造就会，邀请到蔡正道牧师来主持。那时间、内容以及对象，请大家自己来注意。第5页中间
我们的富强50喜年祷告的树见证集第2集邀稿，截止时间到5月底截止，请大家踊跃投稿，同颂主恩。其他我们请夏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2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我们来做一个介绍。第一个是郑雨倩姐妹，雨倩姐妹在哪边？来，请她站起来，让我们欢迎来郑姐妹来欢迎。是我们那个辛博轩的妈妈哈，博轩的妈妈，欢迎你哦，欢迎哈。第2位是廖之瑶姐妹，廖之瑶姐妹来欢迎你。欢迎你哈！应该是我们这个慈宝老师他们小朋友的家长，是不是？欢迎你，常常来。好欢迎哈！这有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今天哈，因为要拍那个场景了哈，拍那个母亲节的场景，所以等一下礼拜结束呢，我们欢迎大家每一个家庭慢慢去，先到先拍。有执事长职在那边招呼哈，你记得要登记你的名字哦，登记你的名字，然后会帮你洗一张实体的照片，当然你可以自己下载，在我们的网络上下载我们帮你拍的照片。有2个场景楼下1楼的还有3楼的这2个场景。那1楼的它因为是立体的。所以可能要拍的时候要角度啦我们拍照的要前面一点，这样才能场景全拍得下去这样子。3楼的位置比较宽所以大家可以在里面慢慢拍欢迎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这样子，我们的午餐呢，还有我们的咖啡就暂停一次请大家原谅。那刚刚说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呢在这个5月25号5月25号。我们要举行我们一个小组的事工研讨会，这是我们庆祝50喜年的系列活动之一。我们明年50喜年现在就开始在热身了这个小组事工，特别我们请所有的小组长跟重要的干部都来参加，我们要一起来凝聚，一起来探讨我们长老教会这个小组事工能够怎么样带教会的成长。建造跟牧养非常重要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为6月8号要举行排球赛6月8号要举行排球赛。那记得我们每一个牧区小组要记得报名那越多队的话越热闹嘛还有一个是趣味排球，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要说你是运动健将才要参加的我们就会反正。你会喜欢玩不怕晒太阳就可以了记得报名各牧区各小组越多队越好我们在6月8号下午2点。那另外一个报告刚刚有提到说我来做补充，就是我们的这个6月20到22礼拜5、礼拜6、礼拜天，我们要举行暑期夏季的培灵布道会，我们要邀请前任的蔡正道牧师来我们当中就有4堂就对了，4堂礼拜聚会，礼拜5、礼拜6晚上，还有礼拜天的2堂有系列的，我们请大家踊跃预备心参加那当天礼拜6、6月21号早上，我们有一个干部的培灵造就，我们也请预备心。特别我们为我们的讲员蔡牧师祷告，我们认识他的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他最近这2年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所以在做这个照养当中在保养当中，请大家为他的体力、为他的属灵的恩典来祷告为他预备心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另外还有一个报告就是如果我们那个奉献证明还没拿的，赶快去到办公室因为我们5月份不是已经开始报税了吗请记得要去拿，这样我们报税比较有一个证明听说最近慢慢有些好像都已经电子化了就不用去讲，他就帮你弄好了。那现在可能也更快了不过如果有需要纸本的，请不要客气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投影片有报告了我先报告这个
就是在台南中会要在5月18号下个礼拜天哈，举办面对台湾动荡局势的专题分享会。当然，这个就是在分析说我们面对对岸中国的一个，特别是宗教方面的一个威胁，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有一个心理准备心理准备我们要邀请那个明居正教授，很出名的一个政治系的教授，要来分享红色渗透跟宗教迫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要面对的事情我们现在台湾很多我们的基督徒能够很自由的敬拜神，这是一个神恩典跟福气所以我们如果有兴趣这个题目的，我们请到楼下签名登记，我们要回报人数，他们要预备各方面的资料跟座位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报告是前面一个投影片就是不是还有一个我看到那个是机电牧区啦机电牧区他们要举办一个生活营生活营。那生活营呢是有报告消息应该是你们自己报名吧，没有在这边可以报名了。所以这个消息是让大家知道说，他们这个活动这个有3天的活动，我们为他们带导。那当然，如果要补充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门徒事工消息刚刚上一次有提起了，我们有50几年的见证集已经要截稿了，请大家踊跃来写稿。第二个是我们真道理财真道理财要在5月24号就要开课了，我们要有几个人数，基本人数才可以开课，我们请大家踊跃这个是很棒的理财课那现在就是我们有哀伤陪伴还有离婚关怀都已经开始了，我们请大家一起鼓励我们同工我们的朋友参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现在在第一堂礼拜有3个同时在进行的，就是华语查经班、英文查经班，还有门徒学校。我们期待你如果能够把早上的时间分别为圣然后先来参加门徒学校，来参加查经班，然后再来参加做礼拜，你会觉得一个早上非常的丰盛愿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时间的安排，能够一起参与。另外还有最后是我们主日学了主日学要举办夏令营，要在下个礼拜天下午要举办一个教材的研习。那平常都是有固定的主日学老师，他们是在礼拜天，对不对？但是现在是暑假暑假是夏令营，有的老师他可能因为上班的关系，他没有办法教课，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恩典，你有这样的意愿，你可以参加这个研习参加在那几天7月我们的图卡不在这个图卡不在这边就是有一张我们那个礼拜的投影片的图卡，礼拜投影片的图卡有没有？礼拜投影片的图卡，就是下个礼拜要一个研习会研习会就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的一个研习会它主题是理财，也是理财也是理财，没关系，我们只是提一下，我们看周报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慧。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结束前的诗歌。唱完后，请曾牧师祝祷。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每一个做妈妈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大家
请坐，默祷，散会。